牛，他我知道要讲跟你那弄那个鸡，叫我看，你才摸了背着说过伢个，我叫了摸了哎，他知道要个，你我穿洋装这个，当得大胖都要宝贝，只能那个要叫个过来帮他。其实我是到不了这种的，我必要吗？他阿鲁都哈子到，他伢这种要个大一点心情哦，哈子包括都没上班的去，只包上班我不在做啥。上班做啥？上班做啥？哎，如果这个他个哈你了哎，他只难放个人推过，也还能叫理由啦。我已经很理解到了，我要在讨厌我养了我养我只喊到我做啥回事？我觉得一头草吃或者一头少顺走，只喊到老师么子啊，生活差不多就到了。非毛个路子，这都差个，我得让草说说的大个路子弄吗？哈，阿路都哈子到。他伢这种要个大一点心情哦，他只包括都没上班的去，只包上班我不在做啥？上班做啥？上班做啥哎？如果这个他个哈你了哎，他只难放个人推过，也还能叫理由啦。我已经很理解到了，我要在讨厌我养了我养我只喊到我做啥回事？我觉得一头草吃或者一头少顺走，只喊到老师么子啊，生活差不多就到了。非毛个路子，这都差个，我得让草说说的大个路子弄吗？我觉得我对个仪容，个一直到了，哈你了来毛个红啊！我哈你怎么根本都是理解，不好意思理解过，我哈了一直个想了的意思吧？哎，被人家这边老师写，哎，所以你要在网络讨厌点人物，那你叫佢搞嘛？哎，我特么上班，看我做啥子，之类当个都做啥，我只做啥，一直都是公平的噻。跟伢子讨人家啊，我没到过下班路人了，不通知电，不通知吵，那么轻松，你没和我的鸟不？你打给上的鸟没给的，就到了。哎，像我没上班，看我做啥子，跟伢子讨人家这个小心人。我们上班的，一路是我去预炒菜咋去搞，哎，我自己用着哈，一路是剩下的就没存。这里干么上班，搞不是有些你去报纸过来咋去过？一想到这个的帐篷对过来直播，全知道，咋来子不着的？我哈个飞，这是叫我。哟，这家做人呢，就要做那个本事怎么本事，脾气弱，很没怎么很火这里，你找弄得没哈你了没包子干少，你现在落烤肉，哎呀，都不没你保证都不靠自己米哦，你很家很多啊，今年你个什么本事了哟？当真是在不要过来的女哎，你这种女怎么办法这么口罩？之类或者开的要一些，之类或者开的叫一路是不老差的啥的工资的一些才知道。感觉个这叫人，那看我们自弄个把人做干成，你这好比是真哟。小伙那个没，我当时我是对路的哟。后果只不过没一面上的呢，个人猜的，赶紧冇少过年过。但是只管头要让你讲了，应口木了，我那个想提醒个。